所以啊，这叫报父母恩。在不为一生父母啊，这儿应该加一个乃至生生父母啊，生生世世的父母啊，俱蒙八戒都得到度脱了啊，不为一人父母，乃至人人父母，乃至生生世世的父母尽可超生了，都可以升天去了。咱们要是真修行，一直得到九祖升天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用功修行过去生生世世的父母，那么乃至于所有的人的父母，我们都可以令他超生去了视为发菩提心这第二种的因缘是这样的。